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平安。真欢喜，今日的主日，来跟大家做来敬拜上帝。历史有是过去的物件，历史有是有生命。历史亲像一条真长真长的线，明白历史对咱现在还是未来，拢有真大影响。因为伊会帮助咱行向上帝爱咱行的一条路。伫圣经内底嘛有一段历史，差不多2500年前，有一个国家有灭亡，因的百姓奉掠到外国，遮个百姓就是以色列。圣经记载因如何伫黑暗中看到上帝应允望。今仔日我用这段故事，甲我信主去15年来，上帝伫我身上所做奇妙的代志，甲大家做伙来分享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啊，你是创造的主，万王的王，我满心感谢你，听建设教会。虽然久长无正伫咱的中间，但是你亲自正做阮教会的帮衬甲引带，互正会你有合意的心志，为主拍拼。但也愿你开阮的心门，来领受你话语的启示。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名来求。台湾是咱的国家，也是咱的母亲，是咱成长、学习、做伙欢喜、做伙依靠，也是咱探家徛起的所在，伊是咱永远美丽故乡。几百年来，台湾受到侪国家的统治，迄是一段无自由、互看轻、无尊严、黑暗凄惨动乱的年代，大人用目屎准饭食。嘛有一天有一个光。会来照出一条属于咱台湾人家己的道路。咱台湾经过一代搁一代的努力甲打拼，今仔日咱台湾伫生活水准各方面拢一直提升。所有现象表现出咱台湾渐渐行向一条光明的道路。毋过，事实上阁毋是安尼。无管咱如今经过第三摆政党轮替改变。一切表面的进步所带来较侪无公义的状况，亲像有钱人搁较有钱，善车的人也无人要看顾，直到自杀、离婚、家庭的问题比以前搁较严重。咱台湾现今的状况，咱来用英国文学家狄更斯伊伫《双城记》这部电影开场的一段话来讲，这看是上好。也是上歹，看是有智慧，也是无辜；看是相信，也是谣言；看是光明，也是黑暗；看是希望，也是绝望；看是啥物拢有，其实是啥物拢无的年代。当咱基督教会庆祝福音伫台湾宣告150周年，这是一段充满咱感恩的历史，因为遮个做信仰的前辈。愿意伫欠缺动乱的时代来牺牲奉献，当咱有法度坐伫遮，享受你所留下香国水的果子，咱建成教会嘛是安尼。咱初期的牧者同工努力打拼，一棒接着一棒。如今咱有法度伫12礼拜人甲你做礼拜，不过咱台湾基督教会总会统计。咱长老教会目前有1220几间的教会，有几啊间的病院、学校、宣教福音中心等等，这实在是值得咱感恩的数字。不过，咱有300间到400间左右是50人以下，甚至是10人左右弱小的教会。无管是本地的教会，还是原住民的教会，有会因为得无到其他教会。较机构的帮衬，因的事工无法度顺利来进行，甚至有的教会连牧者谢礼也付袂当出来，真侪牧者差不多2到3年就无奈来离开。当牧者换来换去，会友无法度得到好的牧养，教会种种的问题较困境，咱嘛是常常有听的。特别是现今的教会受到社会影响。有样看样，为了家己的需要、权利甲地位，
无管是地方教会还是机构，发生足侪互人感觉心痛的攻击甲冲突。原本咱教会应该是发出光，时时来互众人看到光的团体，如今陷入乌暗的中间。咱对以色列救恩的历史来看，以色列应该是属于上帝圣果荣耀的百姓。上帝应允咱的始祖亚伯拉罕会成做大国，过着老奶甲蜜丰盛的生活。咱在对摩西带以色列出埃及，到大地建王国，所罗门王起圣殿，以色列这国家所得到的祝福，应来到上高的所在。毋过，因为咱人的罪性，咱看到以色列国王一个比一个搁较败坏，因拜偶像，求高离官府，四界充满无公义的代志，凡事爱靠家己的关系来行。百姓有样看伊，就甲以色列这个国家互上帝来处罚、来消灭。全部的百姓奉命到巴比伦。亚路撒冷到巴比伦有1300公里遮远，咱台湾嘛才400公里，这是一条像久长的旅程。咱看电视叙利亚的难民因凄惨的状况，咱有淡薄来了解。规个以色列民族已经完全陷入去乌暗的深溪。这种乌暗无五暗的日子，后摆发生伫我的故乡金门。2047年所发生的823的战争，中国甲台湾两边的领导者为了家己的私欲甲权利，中国大陆开始对金门地区全面的炮弹的攻击。无论是军人还是百姓，死亡甲受伤的情形拢真严重。阮爸爸对我讲，战争的是伊人伫田伫捡柴，伊嘛差一点有炮弹弄死，加在互野区的阿兵哥记。伫野区以前，家长讲转去厝的，阮阿公阿嬷看到阮爸爸抱咧哭，伊若阮阿公阿嬷也是阮爸爸用炮弹弄死。这对现今老实话的金门人来讲，是毋通去想的日子。823的战争虽然结束，总是直到民国68年，就是我10岁的时阵，中国大陆才完全停止对金门地区炮弹的攻击。这将近21年的中间，金门人陷入去乌暗惊吓，死过走命，有今仔日无命在日子。经过这个战争的苦难，阮金门人特别珍惜这个安定，会来认真打拼的日子。等我高中毕业，我来台湾读册，出社会以后，我嘛足认真靠家己的努力来打拼趁钱。嘛会来得到世俗人所讲的五子登科。我毋知大家还知道什么叫五子登科吗？因为少年人我毋知，较老的就知影。娶某、生囝、买车、买厝、趁大钱，我阁娶到一个水某。这个项离我出社会足认真，我28岁我就来完成，因为真紧完成目标会行路。就是变较头家冲突的中间，我起手钱，我就家己去开公司。我嘛足努力打拼，成绩嘛袂歹，但是人千胜万胜，无在天一位。咱会知过2000年全球金融风暴，咱规台湾的经济亲像拄到大地震。我的公司经营连边嘛是个真大财务的危机，最后还是无法度受到大环境的影响。公司宣布破产。我人生第一遍拄着遮大的风影，我毋知影如何是好。迄当时咱台湾有真侪人甲我共款，生意失败，走投无路。还有真侪人伫股市内底过啊伤凄惨，大家迄阵已经破去啊。侪侪债务，只是大家是要如何来活落去？大家的性命敢有法度亲像以色列百姓？奉了到巴比伦，虽然活伫黑暗中，伊原心存毋忘，伊嘛毋像东方的博士，找到迄拍光亮的天星，就是即款黑暗看满全地，黑暗暗的前行的人，
上帝有权你掌管，上帝有权你掌管。伫今日的经文第1节到第4节、第5节，上帝讲：起来，发出光，有你的光已经到，耶和华的阳光发现，照伫你的顶面。你也捌看4分，伊拢聚集来你遮。你的正囝对远远来，你的正查某囝也要往抱来。迄时你看到着阳光，你的心大光明、大开阔。这是耶和华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拯救甲应允。有一部分受掠入巴比伦的以色列百姓，因开始来反省，因开始想起当初上帝透过最最先知所讲的话，想起因家己当初的失错。因虽然失去国家、失去圣殿，因开始想办法伫徛起的所在来敬拜，因开始专心跟对上帝。耶和华是公义审判的上帝，也是充满怜悯不听的上帝。耶和华上帝讲，以色列的真正已经到尽，因的罪已经得到赦免，伊的手要释大阮伫因的罪的顶面。耶和华上帝用伊的圣手带领以色列百姓转去耶路撒冷，脱离黑暗，看到光明。上帝荣耀的光已经出现，照伫因百姓的身上。当时照伫以色列百姓这荣耀的光也共款，照伫当时黑暗中的我。透过真侪的拜拜、算命，我共款是走投无路。上帝用奇妙的方式带我来到教会。我毋知教会的人会是怎样看待一个做生意失败的人。我会是我永远是起起落落。我有新的工作要来处理，规家伙仔的生活费，加上侪侪债务要处理，才会压力带来我真正是拢喘袂。有时我真想规气去死好，规气来死。这时教会内底有一个长老。伊较早伫台湾电力公司咧上班，伊是副总的职位来退休。伊若当作伊是家己的后生来看待，伊若看观察我状况愈来愈歹，伊为了要哪鼓励，伊就将发生伫伊生命中最重要的代志哪讲。你50岁的时阵，伊的工作职位拢足稳定，但是因太太不通做好。那会知朋友恶性倒闭，他突然间有几啊千万的债务，咱知影民国70年，这笑话是真大真大。伊几个家庭的生活突然间对天堂掉到地狱，乌多来厝的土钱，厝不得已来卖了。因4个囡仔突然间爱去打工贴补家用，伊希望会较早将债务来还清。伊阁一边家己一个人离开台湾，到沙特阿拉伯来工作。伊对我讲，伊嘛有真侪遍感觉家己活袂啷落去，讲啊，正已经70岁长老，伫我头前足激动去哭，我嘛缀伊哭。这是我出社会这10几年第一遍安尼哭。伊哭拢也毋是上帝恩典保守。伊早就倒去啊！伊坚定查讲，爱相信上帝，已经会带咱渡过任何的关卡。渐渐，我福中的心开始有咧充满毋茫的光来吸引。我知影有一个我毋明白的上帝，伊的光已经透过咱教会咧充满听的信仰的团体来照入我的身上。我的心内去逐款开始改变。我开始知影，人伫世间毋是仅有工作、有金钱、地位。人伫世间最大愿望就是耶稣基督，伊是上帝独生囝。伊愿意为咱的罪孽受钉伫十字架顶，流宝血洗净咱的罪。阁因为伊对世人中国我，阁互咱有长头生的愿望。伊互我知，我毋免用世间的金银财宝来证明什么。伊疼我，而我是罪人的时，伊就疼我。我是伊上宝贵的囝儿，我过去所拄着艰苦，拢是伊对我真实的疼。因为即时困乏我20几年的束缚已经无去啊，
当有真光耶稣基督陪伴我，信心安慰我，我无搁惊吓。我开始安心好困，我恢复早前的笑容。我是全新的我对未来充满望，我要永远的跟对这个光。我愿意无条件将我一生奉献，互伊就是耶稣基督，我因光。今日经文第3节，安尼咧讲，耶路撒冷因为耶和华上帝因光，列国要来求近这个光，君王来求近这个所发现的大光。第50个落尾，甲第60讲，列国的财宝也要来归这个光，要带黄金、乳香来，要报传耶和华的名声。耶路撒冷搁在一边，成做吸引万国万民追求的所在。最后，耶路撒冷敬拜俄罗主的性命。上帝公义已经以锡安来显现，灿烂的光景，搁一遍出现伫耶路撒冷。这出现伫耶路撒冷的阴光的画面，如今也照伫我的身上。毋是仅是我，咱逐礼拜后迄更新的周刊内底有看到，有真侪亲像我即款的经历较见证。等我信主了后，我谦卑认罪悔改，认真追求信仰的真理。我参与教会侪侪服侍，我得到上帝恩典甲怜悯，我顺利卖掉真所买的厝，拢总搁用7年的时间，将我一切债务清掉。感谢主的怜悯甲恩典，上帝搁祝福我有机会搁较同事搁合伙搁去开间公司。而且搁开公司是我完全想袂到的代志。我记得开幕迄天，我搁请牧师去主持感恩礼拜，阮教会就侪兄弟姊妹拢有来参加。迄时我的心内，我就暗暗来咧认识，我已经趁真侪钱奉献到教会，报答上帝恩典。公司稳定来经营，开始咧趁钱的时阵，哪会使上帝对我讲？我的念头毋是你的念头，你的路毋是我的路，因为天在于较悬地，安尼我的路较悬你的路。我的念头较悬你的念头，你就是去读圣经。我实在是惊吓，毋知如何是好。这完全毋是我生命中的计划。我已经44岁啊，敢会生活？读册毋是遮简单的代志。上帝，你毋是爱我开公司来奉献，另外我去读册，厝的开销是安怎？我有3个囡仔，读册嘛爱费用，我若去读小学院，钱要对着来，所大的厝嘛爱厝租钱，我真正是无法度，我愈想头愈痛。我大声向上帝讲，上帝你去找吧。我的某就是顶礼拜讲到姊妹传道，一个去读小学院就够啊。我现在伫教会担任长老，教会事工有侪我咧服侍。我伫教会负责的宣教科，今年要搁开拓教会。我若是离开，什么人要来接这工作？上帝搁对我讲，你会记得15年前你走投无路的时，什么人带你来教会？教会光照伫你的心上，一遍搁一遍带你喜乐甲毋望，你敢袂记？你毋是常常伫祈祷中讲，愿意上一生？你毋是常常伫祈祷中讲，你愿意用一生无条件奉献我吗？你是凊彩讲讲啊？到遮来，原来我是遮唔甘来跟你做。
原来伫阮心中一计划，想要就袂调的出国汉。我以为是用世俗人的方式想法咧互财主。原来我所准备的礼物，毋是上帝对我献。我上骹跪涂骹，认罪悔改。我对上帝讲：主，你知我听你，我真正听你。上帝讲：有我的恩，你就到我遐。因为我的困难是人的软弱来成。上帝对我怜悯，会较鼓励，我愿意亲像东远的果树，会搁我贵重的黄金、乳香甲沐浴来回应主的呼召。我愿意用家己献上，互主来用，愿意来读圣啊，锻炼家己。真侪上帝真广的出口。高兄姐，这是我甲主三句的故事。我知影咱在座每一位兄姐，一定有你甲主三句的故事。回想咱的人生，无管是生活是好过，还是歹过，一切拢有主的恩典伫中间。咱拢是天国的子民，咱拢是上帝宝贝仔囝。当信心的光搁一遍照伫咱的心上，要点导咱心搁较快乐，咱就要迫切来回应上帝对咱的疼。咱来学习谦卑咱的心，咱毋通用世俗来引诱，咱来常常来悔改认罪，读经祈祷。咱的嘴毋通论断比较，咱也毋通放纵私欲，甲咱肉体的私欲。各位兄姐，今仔日是大斋祭期第一主日，咱拢是蒙恩的罪人。咱的主耶稣愿意用伊的性命来替赎咱，咱甲伊即个本是共款，咱是特别受拣选，是为着要服侍上帝教会。当咱的性命在真实反映上帝恩光，安尼咱的教会，无论是伫都市的、伫庄脚的、原住民的，还是咱的信仰的团体，无管是咱机构、学校、病院，要不断发出上帝荣耀的真光，互所有伫黑暗中咱台湾的百姓，甚至住伫咱建成这社区厝边的人，拢会在心存盼望来求问这个光。当咱的乌克丽丽班开始报名，开始上课，报名人数爆满。多谢这个同工的用心。明仔载咱社区曙光，咱的银华族的乌厝边，明天又要正式开跑。透过活动，互较侪人入咱教会，所以咱要大先准备好，咱就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力来分对主耶稣的成功。相信咱所期待、咱所盼望，新的耶路撒冷会紧紧临到咱的中间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主耶稣，我感谢你，万人当你拣选卑微的我，成做真光的出口，完成你对世界人的疼。我一边讲，主啊，我愿意，我伫遮。主耶稣，请你垂听我，同心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。阿门。